司長，我知道你啱啱上任啦。頭先其實你提出好多個方向咧，我係認同嘅，先肯定。因為你好多嘅研究，包括醫療啊、教育啊、養老等等，我覺得係需要重新思考一個既政府要引領，但係既亦都要引入私人市場，既要公私營平衡發展，同埋唔可以淨係得政府一個方向，即係一個帶頭或者資源全部都係你哋。咁所以其實我諗呢幾方面，我想探討一下啦。第一就話，譬如好似醫療券，09年推出到而家10幾年、15年啦。咁但係其實老實講，佢發揮咗咩作用咧？確確實實可能有啲補貼啦，但係個比例唔高啦。頭先陳醫生講過，更重要咧，其實當年你哋應承咗嘅，話要去推動家庭醫學嘅發展、家庭醫生嘅發展，但係呢件事冇實現過。去到今日仍然都70%幾嘅都係政府開支，但係你話今日醫療有冇進步？一定有，我哋投放咗好多，但係我哋點樣發揮最大嘅效益咧？因為你哋唔係無底洞啊嘛，你哋唔可能無限投放啊嘛。我哋諗緊點樣做。我落區嘅時候都有啲後生仔講，其實喂，而家醫療你對老人家對一老一少 OK 嘅，咁但係問題就係對於我哋年輕人，我哋有冇一啲自願醫保嘅選擇？好似鄰近地區咧，我哋又負責一啲，咁又可以推動私人市場嘅，跟住我哋分擔翻，我哋有所唔同嘅選擇咧。我覺得呢度要思考嘅。當然每一樣嘢都唔容易，但係我哋要面對同埋思考。其實喺醫療券使用方面咧，議員亦都不斷地提出呢個問題嘅使用率其實並唔係太高。咁未用嘅餘額係點樣咧？我哋會接落嚟會做一個比較好嘅研究，睇一睇可以點樣更好咁樣用咗呢個資源去嘅。嗱，好坦白，而家嘅專科學院係明確咗有專科發展嘅制度，但係好坦白，呢個就係瓶頸啦。頭先咁多嘅限制，我已經唔再講啦，因為我之前質詢質晒㗎啦。但係更加重要就係點樣令到呢一啲嘅醫療嘅專業人員有信心咧？我琴日行危墟，跟住有家長同我講：阿仔想讀醫生啊，仲讀唔讀啊？跟住我話：你讀幾年班啊？高二咋？就因為上一年政府話唔讀醫。高二嘅學生好想讀醫都唔敢去讀醫，咁我哋10年後邊有醫生啊？即係我想講係乜嘢咧？我哋需要，我知你講咗㗎，人才發展規劃要長期㗎，咁但係點樣去做？幾時去做？你份研究我都支持，但係份研究我都好希望你俾個時間表我，同埋快啲有啲初步嘅報告，有啲方向俾到所有唔同專業嘅人，包括醫療，包括我哋嘅教育，包括我哋嘅社服機構嘅人員等等，社工，所有都要。但係個問題就係我哋唔想政府孭晒啊，我哋係想社會各個唔同嘅部分公私營有所分擔，仲要俾唔同能力嘅人有所選擇。但係好坦白，過去呢10幾20年，我唔覺得我哋嘅社服上邊咧做好呢一方面嘅工作。希望司長你帶頭去重新思考整體嘅方向。呢度我唔詳述啦，但係我諗喺醫療專業人員嗰度點樣適當開放，俾翻一個公平機會，尤其係你個專業認證制度行之前嘅人有一個考入去呢個專科醫療學院或者進行持續專業進修嘅一個方向，呢個司長係你需要打開呢段門嘅。嗱，我叫你俾佢考咋，要靠佢哋努力啊，唔係話佢哋唔使考。但係而家考都唔俾佢考，咁係咪呢世就冇希望咧？呢個我覺得係一個核心嘅關鍵。咁當然啦，除咗西醫之外，我知道中醫啦，其實好多專業嘅人員啦，甚至乎牙醫，而家佢哋都面對好多嘅問題。咁司長有啲咩嘅方法令到唔同行業嘅人有專業進修，又有私營嘅市場？我相信司長你哋要去認真。盡快攞一啲短、中、長期嘅方案，面對佢哋，俾一啲新嘅選擇佢哋，亦都俾新嘅選擇澳門居民。咁當然包括醫療保險等等，我希望局長你哋認真去研究、去思考，俾多啲選擇我哋。都有關醫療、有關醫生、護士，到底個發展前景係點？考專科係點？點樣入行？其實一個社會嚟講，醫護人員係非常之重要嘅。其實呢個亦都幾乎係我哋社會最後兜底嘅一個防線咁滯。咁當然啦，去到老齡化社會，我哋喺唔同嘅崗位都需要佢哋。所以其實對醫護人員咧，我哋除咗一份尊重之外咧，其實對佢哋嘅專業嘅要求其實係好高嘅。關於投考專科培訓醫生嘅一個資格即係准入嘅情況咧，其實經過收集各位議員啦、轉達業界嘅意見咧，目前我哋已經優化咗啦。只要咧佢通過過渡規定，冇經過1年實習去獲得一個准照嗰啲人士咧，佢而家只要提供一啲工作經驗嘅證明啦，或者係畢業後培訓1年嘅證明咧，我哋亦都可以接受佢投考一個住院醫生嘅崗位嘅。咁至於頭先提到畢業醫生啦，咁啊佢要進行1年嘅實習，咁我哋亦都進行咗相應嘅優化，縮短佢哋嘅時間。咁具體咧，我哋係1年咧就會開2次嘅，俾一啲醫科畢業生可以佢2次投考。咁其中早嘅一次咧係4月報名，7月考試，9月咧就可以無縫銜接咧去進行實習嘅。因為上一屆政府似乎對好多個，尤其是喺文化層嘅專業咧，唔係太重視，亦都冇辦法推動佢嘅有效嘅一個專業嘅職程嘅發展。即係主席頭先陳醫生嗰個咧，我明白大家唔明嘅，但係其實我明嘅，就係喺公務司入邊咧，佢哋對個專業發展好重視，但係喺社民司見唔到。其實個問題就喺呢度咯，甚至乎冇辦法轉成市場價值咯。其實驗 lift 就係一樣嘢啫嘛，但係我唔講啊，主席我知道唔係咁嘅範疇，但係我想講係乜嘢咧？其實真係想做到呢一樣嘢，無論係教師啦、社工啦、我哋嘅醫生啦、護士啊，所有嘢都係咁樣噶。我哋真係好希望推動專業嘅發展，甚至乎專業發展嘅同時有好嘅服務，市場亦都可以好好發展。但係而家樣嘢都做唔到，百廢待興，就等阿司長真係要去努力啦。
因為我見到阿院長我哋特別講啦，院長嗰個設施咁好嘅環境，其實我哋點樣喺入邊發揮我哋喺醫療責任咧？唔係淨係做醫美噶嘛，我哋培訓啦，我哋好多嘅各方面，我哋點樣去做咧？其實協和醫院一個咁好嘅硬件，我哋點樣做咧？因為院長上一次就話得1年計劃，點樣有5年、10年嘅計劃咧？我覺得呢方面都好重要。咁喺協和醫院發揮佢哋嘅優勢同埋責任方面咧，我提過啦。一方面，佢哋作為一個公立性質嘅醫院咧，佢哋會係分擔公立醫療嘅一個壓力嘅。咁經過評估咧，經過去到2027年底啦，希望咧佢哋可以分擔到現在山頂醫院25%嘅醫療壓力嘅。咁喺大健康方面咧，佢哋會隨住佢哋各方面嘅人員同儀器嘅配置嘅到位，包括係行政管理人員咧，呢方面亦都會有個更好嘅體現嘅。謝謝各位議員對醫院的關心。那麼按照醫院建設的一般發展規律呢，我們計劃是在已經制定了25、26和27年的一個初步的一個發展規劃。這個規劃呢，首先是圍繞着我們的醫療服務的項目計劃，還有我們開展大健康產業的總體目標。那麼依據這個規劃的話，我們預計在2027年，我們整個醫院的人力的規模是在1200人左右。其中呢，醫生的資源呢是在200人左右，我們希望能夠有150位專科醫生。那麼當然還是首先希望能夠在澳門本地找到這麼多的專科醫生，如果沒有合適的話呢，我們也會在其他地區去尋找。除了醫生以外呢，其實專科醫生以外，其實我們還是希望有更多能夠進入到專科培訓計劃的我們的專科醫生。包括我們從最近開展的會跟衛生局一起為協和醫院培訓30名我們的專科醫生進入到培訓計劃裡面。未來我們也希望能夠提供更多的專科醫生培訓機會。那麼這部分呢，人力結構呢，它不佔到我們總的人力裡面，它是在培訓計劃。另外呢，除了醫生以外呢，我們在藥師、護士、技師教學人員研究人員，還有醫療管理人員，其實還是有很大的需求。那麼這方面呢，實際上對於學醫的學生，我們叫醫科生或者醫學生以及開展畢業醫學教育，其實還有很大的一個需求。那麼隨着醫學中心逐步的建設開展的項目越來越多，這方面對本澳這方面人才還是有很大的缺口的。做個補充。教育頭先我都睇到㗎啦，少子化對教育影響嘅研究嗰幾點我唔提啦，但係個重點就係短期之內點樣確保到我哋成個教師隊伍嘅穩定軍心，點樣確保新嘅人亦都有一定嘅就業職位可以去能夠參與呢個即係穩定呢個教師嘅隊伍，同埋穩定呢個教學嘅資源，我覺得呢個係重要嘅。其實早幾年因為疫情其實停咗好耐嘅免費教育停咗幾年，咁我哋之後點樣去確保翻呢一度咧？咁當然我知道你有好多措施嘅，又話有啲小班津貼，頭先即係特別嘅補貼啦，我聽到嘅。但係個重點就係人心惶惶啊！點樣去令到佢哋能夠穩定翻信心？如果啲老師都係人心惶惶嘅時候，我哋下一代點樣能夠有好嘅環境咧？我哋近年咧其實已經睇到我哋教育嘅規模啦，所以一路都我哋生涯規劃做緊啲工作嘅。所以我哋見到咧21-22學年咧，我哋7004個老師啦，去到24-25學年咧，我哋有7009個老師，其實仲係有一個穩步增長。但係好誠然咧，我哋已經變咗，我哋已經到咗突咗峰啦。咁所以我哋而家近年咧，我哋每年有大概400個老師退休啦，有500個老師入職嘅。咁近年係穩定嘅。咁喺短期內咧，我哋會有一啲中小學、幼稚園之間嘅一啲教育階段老師喺師框嘅容許下咧，可以係互相轉換個教育階段嘅，咁樣嚟到穩定嗰個教育啦。咁同埋頭先提到啦，一個促進學校發展津貼嚟到俾翻我哋一啲唔夠25人一班嘅學校咧，去補足翻佢哋一啲資助嘅。多謝。另外一個其實養老體系咧，我同意嘅，我哋需要有一定嘅與時並進嘅一條性，但係更加重要係乜嘢咧？其實我覺得有好多方面要去處理。頭先主席就講啦，喂，我哋嘅養老體系，我哋長遠嚟嘅行一個叫做強制性嘅，但係幾時行咧？點樣行咧？我哋點樣去負責翻咧？其實我哋都要思考嘅，因為老實講，單一層係人都知唔得㗎啦，你哋都要提雙層㗎啦。咁點樣做？幾時做？喂！經濟好嘅又未研究好，經濟唔好嘅又話要繼續研究。咁老實講啊，我知道我而家呢個社保基金到我個年代應該係冇乜計㗎啦，一定要諗到新嘅方法㗎啦。咁點樣諗咧？點樣做咧？我哋要面對，我哋要點樣負責嘅，我哋都要出力。但係如果政府唔帶頭嘅，呢件事唔會落去。我哋嗰陣時就冇保障㗎啦，司長。梁美濤議員覺得幾時要建立一個強制性嘅養老體系，其實呢個就係同我哋啱啱嗰個非強制性公積金嘅檢討係有關係嘅。咁我哋見到而家仲未係一個最佳嘅時機，我哋成日都講要凝聚一個社會共識。咁確實呢個凝聚共識嘅過程係有一個過程嘅。無障礙環境呢個我一定要追㗎啦，因為追咗好多年，2016年到2025年呢個10年規劃完咗啦，有幾樣嘢嘅。頭先講都贊成嘅，我哋15到20分鐘嘅長者生活圈我支持嘅，司長。嗱，但係個問題就嚟啦，其實唔單止一啲養老院舍㗎嘛，其實我哋周邊嘅社會服務都係㗎，咩早療啊，好多特殊小朋友啊，各方面嗰啲家長見到我都有同我哋講，佢哋住下環區嘅，日日都要去北區去做一啲早療，連續幾年喎，對佢哋壓力好大嘅。跟住一啲照顧者，我哋點樣去有啲喘息嘅措施？我好同意頭先同事講嘅，喂，其實都需要嘅，唔係淨係錢嘅，係好多嘅資源嘅配套要做嘅，甚至乎喂。
其實我哋都好多人讀咗呢啲治療科啦，點樣去購買服務，去令到佢哋又去提供服務，減輕你哋淨係公營嘅壓力咧。所有嘅嘢你哋要有一套方向思考。更加重要係乜嘢咧？就頭先講無障礙設施咧，你哋話研究啊，阿司長我都係嗰句啦，我全部支持你研究，但係個重點係咩咧？要有時間表，夠唔夠膽寫喺2026到2035年嘅10年規劃入邊，真正話俾我聽，我哋就會立法㗎啦。包括聽障、視障同埋無障礙嘅朋友，我哋一套完善嘅設施，之前會唔會有啲先導計劃推動博企我哋各方面企業能夠去推動呢一啲無障礙嘅環境，先行先試。另外更加重要係乜嘢咧？上一年而家呢個10年規劃咧，其實係有講明長者院舍係佔我哋長者人口3%嘅。咁將來嗰度會唔會繼續寫？咁而家應該係冇30%嘅，但係你話已經係有30%啦。咁未來10年會唔會寫入去？呢個我覺得重要啊。林宇滔議員咧講到無障礙環境嗰個立法，我哋確實係會將呢個立法咧會納入2026到2025年嗰個康復10年嘅規劃裏邊嘅。同時咧，你亦都提到一啲早療嘅服務嘅。早療嘅服務咧，我哋會銜接幾個部門嘅，銜接社工局、教青局同埋衛生局，我哋喺呢方面咧做一個全面嘅檢視工作嘅。咁同時咧，亦都提到我哋嘅長者院舍同長者人數嘅比例係咪擺入下個10年嘅規劃當中？其實呢個咧係我哋老齡化社會啱啱所講嘅呢個家居養老、社區養老同埋機構養老裏邊呢個比例應該係點嘅？可能你啱啱提嗰個咧有啲近似我哋國家之前做嘅9073個計劃。咁我哋澳門係咪適配於呢個咧？我哋亦都會作出一個評估嘅。另外體育上邊咧，其實咧我哋拍晒片，我哋跟過佢哋去溜冰場，我哋知道你哋去有呢個方向梗係好啦。但係更加重要就係，其實澳門各方面都係缺乏體育場地嘅。我哋點樣去令到我哋而家包括頭先講射擊場，但係你射擊都要地啊。咁中間點樣建綜合嘅，我哋同意。但係老實講，臨時場地我哋都需要㗎。我哋可唔可以臨時場地做啊？自由波地、羽毛球場各方面，仲有啊，之前咧上一屆政府做得唔好嘅，可能個長者嘅體適能。而家就冇一好嘅時間啦，係咪俾翻佢哋咧？咁啊，長者體適能做得唔好嘅時候，主席去晒衛生局嘅，但係我哋又增加資源。其實呢一樣嘢，我哋係咪要重新思考？頭先我聽到呢句啊，好好嘅重新思考，但係真係要有實際嘅措施俾我哋感受得到。運動員嘅場地，針對性提到呢個冰雪運動員，除咗氣膜之外咧，其實我哋亦都一路都係諗緊辦法。而家國內仲有啲最新型嘅方法咧，直接喺面度鋪冰。佢就唔需要好似傳統喺地底嗰度發電製冰，咁呢個亦都係個新嘅方法。我哋全面喺度評估緊呢個工作，我哋希望可以創造到條件，等我哋嘅冰雪運動員喺本澳可以恢復呢個訓練嘅。其實全運會提咗好多，但係其實司長群眾項目真係未喐過，我哋係知道定向係有參加嘅啫。群眾項目23個群眾項目係咪可以盡快去甄選同埋俾澳門居民真正參加咧？全運會唔係應該鼓勵居民參加嘅咩？點解呢度我哋唔做多啲咧？藝文，我覺得社區嘅場地好重要嘅，展演嘅場地練習。頭先講望下有啲屋會嚟做練習啱嘅，但係我哋希望更多嘅場地俾唔同規模嘅文藝表演可以喺社區做，咁啊改善大家嘅精神啊各方面嘅娛樂咯。咁啱啱大家都問咗好多藝文嘅場地，無論文化場地又好，體育場地又好，其實作為社民範疇咧，我哋亦都係覺得無論係體育場地同文化場地咧，其實我哋都可以，如果有條件嘅話，爭取更多係更好嘅事情嚟嘅。好似我啱啱講，其實身心健康嚟講，文化同體育起到一個前線嘅守護作用。我哋想呢個社會幸福一啲，想我哋嘅心情好一啲，唱多啲歌，做多啲運動，我諗一個係一個非常之好嘅選擇。其實世衛嘅問題，我支持你去修訂一啲法律嘅，但係個重點就係啦，其實而家世衛嘅保護咧，我覺得有雙重標準嘅。嗱，頭先司長你講㗎，荔枝碗係海洋文化嘅展現，但係點解我哋而家嘅工程會將個荔枝碗圍成一個湖咧？其實嗰個湖嗰個題圍係同我哋荔枝碗嘅嗰個場所嘅保護區係衝突嘅。咁點解呢度係做咧？我認同有一啲要拆牆鬆綁嘅，令到個活化係真係商業化嘅，但唔係